本人授权客家名录福建，每日一项语新闻，马年到嚟，伫遐见到大家讲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。今本日客家名录福建嘅时事主播为了大家来拜年，乃系排头，唔知大家就上好新一年嘅目标么啊？乃一家基金上好，我完成动作嘅事情，向浪未祝福大家伫新嘅一年地图，大家都做得完成一家设定嘅目标，马到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希望祝福大家伫新嘅一年都有新嘅希望，做得把握見百嘅好機會，馬年跑馬上高強。接下來本安將我來本大家祝福，過年時節，不講唔啲哪位，都希望唔有好嘅運氣，衷心祝福大家馬年行大運。阿哥今年過年當歡喜，做得同大家分享福氣，希望大家喺新嘅一年地度都做得一馬當先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好音帶本大家嘅祝福，希望大家2026年都做得平平安安、幸福快樂。接下來愛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項語就是日日順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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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日日講下馬年順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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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唔好會忙，下禮拜將來了。